这个新闻要带咱的乡亲来放烟火。中秋有真个乡亲爱放烟火，爱放这个炮啊，讲安尼气氛较好。验过这个注意规定，嘉义市消防局伫一间人家厝内底超到真侪这个炮啊甲烟火，总重量超过100公斤，这已经超过管制量啊。所以讲拢总互扣留去，这上重会当罚150万。另外有民众超过10点，还伫路边违规咧放烟火，这因为呢，这搅了着厝边隔壁，所以讲互人开单。消防局是强调讲，伫中秋这段时间会加强去巡逻，咱的乡亲唔通以身试法。徛喺路口的刀把、烟火炮把贴甲悬，今日去到厝内底，涂骹嘛囤真济。嘉义市这间厝内底囤的烟火超过管制量，去消防队抓到。队员伫咧现场侦查算数量，中秋节真济民众爱放炮把，互气氛闹热滚滚。不过囤的量若囤收济超过管制量，就可能会互处罚。现场清点发现共存放各式一般爆竹烟火，合计火药量达100多公斤。超过法定规定之管制量。消防队伫咧现场除了找到超过100公斤的炮烟火，另外还有超过8公斤无标示有合格认证，这全部拢扣消防队扣起来，上济会扣罚150万。只要俾你公料吧，我哩有。同款伫咧嘉义，时间已经超过暗时10点，不过伫咧路边，民众较自私，唔惊去踩到厝边头尾。同款伫咧放炮瓦，见消赶到现场处理。到分队做个笔录。到分队哦。对，要去哦。对。在哪里啊？嘉义市消防队提醒，暗时10点过到过灯工透早6点进前，袂当放炮烟火，较袂去甲人踩着。民众若是违反规定，上济扣罚15万。中秋节期间，会加强巡逻处理，提醒民众唔通慢赔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